为港家到高平溪，我甲土地的对话。2013年的29暝，台湾当地闹热团圆，准备过新年。我人伫暗枋的火车顶头，为印度第二大城库卡达，要前往佛陀悟出人生道理的圣地加亚。来到加亚，有真侪为世界各国来遮朝圣的龙客，找找所谓生命的意义。这段旅程煞无意中，互我找到通甲台湾过去拍互开的锁匙，开始我认捌台湾的道路。伫加亚，我看到满满的佛教信徒，佮拄着真侪甲我共款歹歹影旅行的人。阮甲惯势的一切放下，甲规年透冬的家伙收入去一个歹影，离家出走。逐个人出走的原因，会使讲是天差到地。唯一共款的，就是阮选择离开，然后伫路面相拄。凡是伫阮的心内，拢有一个藏真久的问题，当地等阮去敲找答案。我是真喜意熟悉新的朋友，伫遮嘛逐工拢会熟悉新的朋友。阮除了交流、分享旅行的经验以外，阁会甲人绍介家己的家乡、家己的国家。台湾是一个海岛，无大，毋过伊啥物拢有，有山，有海，阁有真热情的人民，欢迎恁来环岛。这是我头一摆甲外国人绍介台湾。我希望家己会用得讲搁较侪有关台湾这片土地的故事。煞来，我才发现，这已经是我对台湾上深薄的了解。原来我对台湾的认捌是遐尔粗浅。离开加亚，来到瓦拉纳西，遮有一条真出名的大溪，印度人的性命大溪，号做刚嘎。伫瓦拉纳西，我撞到一个七日人，伊已经流浪世界2冬较加。毋过，伊甲我讲的，煞拢是七日南美洲的历史、文化、社会问题。伊有伊家己特有的观点甲想法，但是我感觉到的，煞拢是伊对请养伊大汉的土地有真深、真深的感情。所以，就算离开2冬，较想、较讲的，拢是家乡的代志。当伊邀请我绍介台湾，我煞雄雄感觉惊吓，因为伫台湾出世的我，对即块土地毋但无家己的看法，甚至感觉伊离我足远足远。转来台湾，来到高雄，遮嘛有一条出名的大溪，高雄人的性命大溪，号做高平溪。自细汉到大汉，我从来毋捌好好甲看过。虽望高平溪离阮兜干焦3公里远，当我偷偷了解高平溪的过去，伫我心内的冲击，搁较赢头一摆看到感觉，互我的感动。见庙起神，路头若远才有亲。即句俗谚凡说是要甲咱提醒，爱咱毋通袂记得请养咱大汉的土地，毋通袂记得家己是啥人。为厝边的大溪开始，我开始认捌台湾。想象有一天，
我人伫天边海角，一个无人熟悉我诶所在，甲一寡人做伙，我会使亲像迄位七里人共款，讲诶拢是即块土地，想诶拢是我诶家乡，挂念诶依然是台湾诶大大细细。